台中有里长接到检举，讲有能源公司在工厂有歹味，哪像就是咧偷排废气。所以这里长呢，伫去年10月的时阵，就入去到内底甲翕相，无想到即马能源公司煞甲提告，讲里长是侵入私人的建筑物，落尾法院是甲里长判拘役20天。即马里长是罚冤枉，也毋过能源公司嘛讲因无排废气，个人讲个人的这代志是愈搞愈大摊。台中代理一间能源公司，去年10月去互民众检举制造空污。当地台管里的里长林瑞兴，半暝看到厂房咧庆烟，就入去翕相录影，提供互时代力量开记者会，说是去互公司提告刑罚，诬告入侵别人的建筑。台中地院甲判拘役20天。本案经本院法官审理后，认为被告并无公权力可以擅自进入他人建筑物内。其行为系犯刑法第306条第1项的无故侵入他人建筑物罪，判处被告拘役20日，如易科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折算1日。地院表示，这间公司有几多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去互检举裁罚的记录。里长犯罪动机是因为伊做里长关心里内代志，才会犯案冒承认，所以讲才会判拘役，会当1颗罚金。林瑞兴就发冤枉，讲是看到这厂区咧庆乌烟，而且大门开开无人回应，为着公众利益，甲公安才入去了解状况，考虑要上诉。这样子是不是告诉所有的里长说，以后遇到什么紧急情况，都要等到相关的单位会同才能够进去？啊，这样子是不是时间上会不会来不及了？制造空污，这不是我们制造，就提出了所谓的诉愿，所以目前这个案件是诉愿中。无罪推论，我还强调一句哈，无罪推论哦，法院或诉愿委员会还没有做成决议之前，我不是有罪哦。台中市环保局表示，这间公司今年有2届违规，以控污法罚20万。不过，能源公司是反驳外界指控，强调是去向恶意检举，对裁罚的结果不满提出诉愿。里长嘛不应该安尼入侵厂区。里长是为了大家的公益，那更何况这家公司后来也因为我们去揭露了这家 SRF 制造厂的问题，那才促成环境部后来针对 SRF 制造厂使用厂去进行总体检。要替里长翕的画面开记者会，环保团体认为讲，要检举空污本来就真无简单，这款判决恐惊会造成更较侪人唔敢出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